而逐忧之汇聚也。善男子善女人一切众生，能秉心至诚，持诵佩服顶礼供养，即离一切苦恼，除一切业障，解一切生死之厄。不是如饥之的食，如渴之的饮，如寒之的火，如热之的凉，如贫之的饱，如病之的医，如子之的母，如肚之的粥，其为快是欣慰，有不可言。医道非经无以喻，法非经无以传。缘经以求法，缘法以悟道。方世是经之旨，清净为妙第一稀有。尊之者则身真康泰，诸种善根圆满具足，如莲华出水不染淤泥，即斗五蕴皆空，六根清净，传机上善，也成于正觉者不难矣。苟火沉泥焦不甘心堕落绝灭善根，则身离苦去，轮回于生死之欲者，其有计及哉？虽然善恶两途，由人所趋，为善或吉，为恶或凶，忧明果报，不爽资诸。关于是经者，上戒之哉？上免之哉？0001B10永乐18年4月17日，妙法莲华经弘传续唐中南山市道宣述。0001B16妙法莲华经者，统诸佛降临之本质也。蕴结大下出比千灵，东传震旦300余载。修净慧帝永康年中，长安清门顿黄菩萨主法护者，出翻此经，名正法华。东晋安帝隆安年中，后秦弘始龟兹沙门鸠摩罗舍，自翻此经，名妙法莲华。随世人受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都那吉多，后所三者，同名妙法。三经从他文指护陈，十所宗上，皆弘情本。自于之品别既不无其流，具如序例，故所非数。0001B25辅以灵月降临，非大圣无由开化，是化所及，非其缘无以导心，所以先愿告成，积分小大之别，今何不敏？道书半满之科，岂非教备诚实？无足何其高贵，是之5000退席，为竞增慢之仇，无败受计，具重逆化之机，所以放光现锐，开发请之教源，出并扬德，唱佛会之宏略，秀宅通入大之文轨，化成隐习缘之不坠，记诸明理性之常在，遭尽显示物之多方，此亦宛然
欲臣为远，自非大哀况计，拔至逆之臣流，亦极悲心。整昏迷之失信，自汉至唐600余载，总力群及4000余轴，受持圣者无出此经，将飞机较相后，并至圣之仪臣，闻而深敬，具威王之于机，折于经手，许而纵之，数得早近6根，养慈尊之家会，速成四德，续乐土之玄游，弘赞莫穷，永遗诸后。云尔妙法莲华经卷第1后行归资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业序品第10001C19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佛住王舍城其都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无复烦恼，待得己力尽诸有劫，心得自在。其名曰阿若憍陈如，摩诃迦叶，优楼频罗迦叶，迦叶迦叶，那提迦叶，舍利弗，大目犍连，摩诃迦旃延，阿朱楼陀，结宾那，交饭豁提，离活多，毗陵伽佛搓，佛居多，摩诃居师多，南陀，孙陀罗南陀，富楼那弥多罗弥子，须菩提，阿难，罗，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等，复有学无学2000人，摩诃婆都婆提比丘尼，与眷属6000人聚，罗母也殊陀罗比丘尼，亦与眷属聚，菩萨摩诃萨8万人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，皆得陀罗弥勒说辩才，转不退转法轮，供养无量百千诸佛，于诸佛所执众德本，常为诸佛之所称叹，以慈修身善入佛会，通达大智道于彼岸，名称普闻无量世界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的大士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不休息菩萨、宝掌菩萨、药王菩萨、永施菩萨、宝月菩萨、月光菩萨、满月菩萨、大力菩萨、无量力菩萨、月三界菩萨、跋陀罗多菩萨、弥勒菩萨、宝积菩萨、导师菩萨，如是等菩萨摩诃萨8万人聚00021520世还因，与其眷属2万天子聚，复有明月天子、普평天子、宝光天子、4大天王，与其眷属万天子聚，自在天子、大自在天子、
与其眷属3万天子俱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施起大梵光明大梵等，与其眷属52000天子俱，有巴龙王、南陀龙王、拔南陀龙王、娑伽罗龙王、何修吉龙王、德叉迦龙王、阿那婆达多龙王、摩那斯龙王、优罗龙王等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有4紧那罗王、法紧那罗王、妙法紧那罗王、大法紧那罗王、持法紧那罗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有4干他活王、乐干他活王、乐音干他活王、美干他活王、美音干他活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有4阿修罗王、婆智阿修罗王、须罗千陀阿修罗王、提摩之多罗阿修罗王、罗阿修罗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有4迦楼罗王、大威德迦楼罗王、大身迦楼罗王、大满迦楼罗王、如意迦楼罗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为提希子阿都氏王，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各比佛足退坐一念0002B0720世尊，4众围绕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为诸菩萨说大乘经，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。佛说此经已，结跏趺坐，入于无量义处3内，身心不动。是时天与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曼殊沙喻华、摩诃曼殊沙喻华，而散佛上及诸大众，普佛世界6种震动。尔时会中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夜叉、干他婆、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罗伽人非人，及诸小王转轮圣王，是诸大众的未曾有，欢喜合掌一心观佛。二时佛放眉间白袍，向光照东方万8000世界，弥不周遍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阿迦尼吒天。于此世界，尽见彼土6趣众生，又见彼土现在诸佛，即闻诸佛所说经法，并见彼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，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、种种性界、种种相貌行菩萨道，复见诸佛般涅盘者，复见诸佛般涅盘后，以佛胜利起希宝塔。二时弥勒菩萨作是念：今者世尊现神变相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
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，当以问谁？谁能答者？复作此念：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，一曾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必应见此稀有之香。我今当问：20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前作此念，是佛光明神通之香，今当问谁？20弥勒菩萨与自觉夷，又观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，而问文殊师利言：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之香？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8000土，修见彼佛国界庄严。于是弥勒菩萨欲众宣此意，以即问曰：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袍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殊沙华旃檀香风月，可众心意是因缘地皆严净，而此世界6种震动14部众贤皆欢喜深意快然，都未曾有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8000土，皆如金色从阿鼻喻上至，由顶诸世界中6道众生生死所去善恶业缘受报好丑，于此悉见有诸佛圣主师自演说经典为妙，第一其生清净出柔软，应教诸菩萨无数以万梵音深妙，令人乐闻。各于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，以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，若人遭苦厌老，并此为说涅盘尽诸苦际；若人有福曾供养佛只求圣法，为说圆觉；若有佛自修种种行求无上慧，为说净道。文殊师利我著于此见闻，若思及先意是如是众多经当略说，我见地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，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摩尼车徐马脑金刚珠真奴臂车乘宝饰，免于欢喜不施回向佛道。愿的是成三界第一诸佛所看，或有菩萨驷马宝车蓝水华带宣誓不施，复见菩萨身肉手足及妻子施求无上道，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心乐施与求佛智慧。文殊师利我见诸王往诣佛所问无上道，便舍恶土宫殿臣妾，剃除虚法，而被法服，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乐诵经典，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，又见离欲常处空闲身修禅定的悟神通，又见菩萨安禅合掌1000万计赞诸法王，复见菩萨至身至不能问诸佛闻其受持，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欲为众讲法心乐说法，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即法鼓，又见菩萨即然焰没天龙恭敬不以为喜，
有见菩萨处灵放光，济地狱苦，令入佛道；又见佛子为水绵精行林中，勤求佛道；又见具戒威仪无缺，尽如宝珠以求佛道；又见佛